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叶牧师。1月16日，今天是星期一，哇！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以斯帖记2章5到7节，为困住或内住。星期一呀，应叶牧师要特别兴奋，因为我知道我们大家星期一需要被电到是吧？我们今天的这个片头音乐是我们的执事真的是用一个很强烈，我们的黄俊义执事他用这个音乐把我们电醒因为我们在黑暗中，如果有一点点光，我们真的会醒过来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过那个经验，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主要这个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丝丝的光，一丝丝的力量？因为被困住的人真的是真的在黑暗中，真的像在死荫的幽谷所以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个 RPG 的祷告的金句记载在以赛亚书49章9节。我要对被俘的说，你们自由了；对黑暗中的人说，你们重见光明吧。他们会像羊一样在草地上吃草，高山就是他们的草场。为这个字从字面上看像是表达了困境，以宏观的角度来看，过去3年我们确实被疫情困住限制。为这个字也代表着大变动的现象，对，它是一个现象，但这个现象是使我们可以想想安静，让我们在困住中，虽然好像前面没有路可以走，好像已经到了尽头，但就会像我们今天的音乐一样，突然给我们啪，给我们一阵光，哇！我们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好像是真的都被限制住，但是一个哇，像闪电闪光一样，就把我们叫醒我们就有一个灵光一现我们就满怀着这个希望盼望，即便真的时候还没到，但就是会觉得有盼望所以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记载在2章5节。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一开始要介绍一个人出场，这个人叫犹太人，叫末底改。你说末底改那没得改了，不用讲，对，他是属于便雅悯支派里面这个便雅悯支派，我们如果到4世纪，我们就知道说这是几乎可能是被灭族的，但是后来有遗留下来是基士和示美的后代，埃尔的儿子。当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走犹大王约雅斤的时候，也掳去一群人，末底改的祖先也在其内。末底改有一个堂妹叫以斯帖，希伯来名叫哈大沙，她是个美丽的少女，有很好的身材。她父母死后，末底改收养她做自己的女儿，把她带大。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的背景，其实已经说了，这也是我们今天 RPG 祷告的经文相回应的，也就是以色列的百姓得罪神，北国被亚述灭亡之后，南国虽然他们有几次悔改，但最后他们还是这个一再重复做错的决定，得罪神。这位爱与管教的神来管教他们，但告诉他们他们会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走，但在那边好好过日子。其实我们从这个先知里面耶利米书就知道，他们要在这边70年，以赛亚也有这样的预言，你们在那边70年，然后你们你们可以回去，被掳归回。
那我们如果来看这一段的历史，今天的这个末底改啊，他是不是真的没得改啊？他的命运真的没得改吗？其实今天的经文落在神的话已经应验了，也就是第一批回去归回的人已经回去了。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他是波斯，不是第一年，不是元年。元年的时候，早就已经有所罗巴伯带第一批的人回去圣城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但是回去的人真的很少大家几十万，甚至有记载说是100万的人被掳在巴比伦，但归回的人算一算只有5万左右。而归回去的人何以这么少？当然有很多的重要的原因，大概有2个，一个就是可能太穷没办法回去，第二个就是可能太有钱，因为他们其实已经在巴比伦生长出生，甚至已经成长，其实对自己的故乡是没有，有一些是根本没有印象。像我们今天要读的以斯帖，他是算一算就知道他是在巴比伦出生的，所以在这样子的历史的背景下，他们不敢让人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在那里等1世纪的里下，在那边的生活，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出来，在那里的生活好像是被围困了。被围困当中，他们能够怎么样来过生活呢？其实是很困难的，也要做很多的决定哦。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想想，很多的时候我们好像是没有办法选择的。神给我们自由意志，但有很多的大环境，我们真的不能只说一个则让我们选择，因为大环境下我们就是其实被围困。但感谢神啊，这位神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其实是可以做很多微小重要的决定的。而这些决定，我们的神是陪伴我们，跟我们一起走过。他要跟我们一起在那困境中，在那摸黑中，在那个黑暗的，像在这个死荫的幽谷，他陪我们在那个死荫的幽谷里。从哪里知道？耶稣基督，他愿意，他是神的儿子，愿意降世，而且从小婴儿开始，慢慢跟我们一样从无助学习长大，没有做错事，却最后要被背叛、被遗弃、被钉十字架死，就是经历我们那最痛苦的，他都经历过，因为他为了要救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被大环境下好像没有得选，我们的主说 No， 我在你内心里，我在你内住在里面，你是有得选的，你是不是要选择依靠我？当然首先你要愿意打开你的心门，让神来内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被困住的时候，大环境可能让我们好像寸步难行，我们好像没有一点幸福可言，不，有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就真知道在短短的生命里我们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的幸福的秘诀不在于一直想做我们想做的事，而是我们永远想要做主你正在做的事。主你现在正在做什么？我们愿意跟你一起同工，即便我们做错事，
做错选择，我们选择没有归回，我们选择留在这里，我们选择在黑暗中每一天好好过每一天的日子，因为我们知道主你必不撇弃我们，你必不放弃我们，你应许我们这个被掳的说，你们自由了。对黑暗的人你要说，你们重见光明了。像羊一样在草地上吃草，高山就是羊的草场。谢谢主给我们这样子的盼望我们一起来默想，回想过去被困住时的我们是如何走到如今。有一位上帝愿意内住与我们一起走出困境，我们愿意打开心门吗？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主，你应允永远不离开我们，你是以马内利的主，你知道我们被困住，你知道我们现在的境况。谢谢你应允我们要自由，重见光明。主，我们不是在意，我们真的要专心在你正在做的事，而不是我们自己心里想我们想做的事。谢谢你帮助我们定睛在于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你，我们今天活出主内住在我们里面的那种自由我们要看见呢盼望跟光明。我们明天见。